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到我威水記嘅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好嘢俾各位師兄啊！喺深圳市嘅福田江夏站呢邊嘅有一間男士私密養生館啊！咁呢間鋪點解介紹翻俾大家呢？第一個，大家先睇下佢嘅房間先，都非常之有特色，而且乾淨企理又大，非常舒服啊！而且佢哋呢度嘅老師呢，全部係喺泰國嗰度接受過正規嘅私密養護嘅，即係泰國嘅皇室嗰邊專用嘅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感受下皇室嘅 feel 啊，做一下國王都 OK 啊。咁佢哋嘅手法咧就非常之正宗，非常舒服。咁大家可以跟住我嘅鏡頭，依家一一為大家介紹佢哋呢度嘅養生私密養護係點樣一回事。咁我哋去片之前咧，都介紹翻個路線俾各位師兄先啊。路線嘅話，可以搭我哋嘅地鐵1號線啊，到我哋嘅江夏站 F 出口呢度啊。咁我哋出咗站之後咧，就往前行，大概50-60米度就到樓下噶啦。OK， 咁大家觀眾朋友跟住我鏡頭一齊行咯喎。好啦，依家見到明光賓館就福建大廈呢度嘅，咁我哋再往前行，就會見到我哋福建大廈嘅 A 座啊，咁呢度就係 A 座啦。我哋直接入大堂呢度，然之後搭 lift 上返11樓就到噶啦。好，記住11樓喎。好，咁依家到咗我哋11樓啦。咁出嚟之後呢，我哋就往左轉嘅。哇！有啲花花草草喎，都好靚喎。咁我哋再右手轉返呢度，就係到我哋嘅1103啦。權威啊，御療 SPA 館啊。OK，咁我哋依家入去睇下咩環境先。你好，歡迎光臨權威 SPA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預約了那個做抓龍護理的。好，裡面有裡面請。好 ，OK。這邊嗎？好嘞。好，依家嘅房間等你先嚟。咦，進來。你好，帥哥。喝掉我們的養生茶，小心水溫。哦，這個有什麼作用的？祛濕復肝。哦，那挺適合我，我濕氣重。謝謝啊。好，那師傅啥時候過來？稍等，馬上過來。好嘞，謝謝。好的。進來。你好，貴賓。哎，你好。是為您服務的小青老師。哎，老師你好。好，然後呢，這個是為您準備的一次性用品。哦。對。哇，這是褲子。對，有一次性褲子，一次性毛巾。一次性毛巾。蒸汽眼罩，還有一次性拖鞋。哦，都有是吧？對。好，我依家先換咗一次性嘅褲先，換完之後我哋就即刻按摩啦。即係我哋嘅師傅會從我哋嘅腳板開始，慢慢咁幫我哋全身先做一個放鬆嘅，包括我哋嘅小腿啦、大腿啦、臀部位置啊，哇！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特別係呢一下手勢啊，睇下師傅咁樣推一推我哋嘅臀部，哇！呢個手勢真係非常舒服啊！然之後背脊都會做一個全面嘅經絡，幫你推鬆先。咁我哋嘅經絡一鬆咧，離岸嘅效果先至會比較好嘅。咁依家個鏡頭放近啲咧，咁大家都睇到師傅嘅手法啊，真係沉而有力啊，每一下都到位啊。咁我哋肌肉啊、經絡呢啲咧放鬆咗之後咧，咁再嚟按嘅話，個效果真係非常之正。哇，師傅，有這麼多精油搭配的嗎？這是我們的泰國原裝的私密種香的功效型的一個精油，它是那個樹木的木香味。哦。
清淡的一點點香味。哇，好香哦！那麼這是按私密的油，就是用到這一塊是吧？是的。好的。放鬆完之後咧，我哋依家就開始我哋嘅精油 SPA 啦，俾威水記都感受下泰國皇室嘅待遇啊，都非常之正啊！咁同樣師傅都係會將啲精油搽喺我哋背脊啊、肩頸位置啊，然之後先仲有一個經絡嘅放鬆嘅。師傅嘅幾下手勢啊，已經將我背脊嘅濕氣排出嚟啦。咁師傅冇用工具㗎嚇，齋用手幫我後背推咗幾下，已經紅晒啊！咁我都知道我自己濕氣係比較重嘅，因為經常宵夜啊、捱夜啊、飲啤酒啊、飲汽水呢啲咧，所以濕氣都比較重啊。咁大家都可以由此睇到師傅嘅手法唔係吹㗎嚇，真係有實力㗎。哇，我兄弟，依家後邊推完油之後咧，師傅都要攞條熱毛巾幫我哋抹乾淨啲背脊嘅油啊！哇，咁我覺得呢一步已經係做到好舒服㗎啦。好啦，依家轉過嚟撳我哋嘅正面啦，咁師傅都係會由腳底往上咁撳啊，真係完全做到全身嘅按摩啊！有3組補腎大穴，背部太溪穴，第一組補腎大穴。哦，這裡是太溪穴，補腎的。然後呢，這一組是我們的三陰交，是第2組補腎大穴。哦，師傅喺撳嘅時候咧，都會慢慢咁同你解釋翻佢撳嘅位置啦、穴位啦，喺我哋男性嘅身體啊、絲襪啊，咁當然有大家最關心嘅係咪腎虧啊、腎好唔好啊呢啲啊，師傅都一一為佢哋解答嘅。這是什麼穴？這個是我們的腹股溝。腹股啊。就是膀胱這裡那個心跳的那個，你看一下那個。對。哎呦，哇！呢個拉筋真係爽啊！我們人體最大的一個淋巴系統，它主要負責我們整個生殖系統的排毒。這裡很多淋巴結，這是它這裡，要把它疏通。疏通了之後就氣血運行得好，是吧？對，它就是排毒啊，排毒通道打通，它就代謝好。然後現在我們點我們的肝區上的穴，我們的肝主藏血。對。肝就藏血。對，肝藏血，主魂。對。而且我們肝經它是圍繞我們整個生殖系統。就是生殖系統的底部就是都是肝經，是吧？對。終於放完啦！各位師兄不得不講，真係嚟啲店同埋其他店唔同嘅地方係咩呢？呢度真係做到護理級嘅，即係唔好諗埋嗰啲邪嘢嚇。但係撳完之後，我覺得全身啊，包括生殖部位咩，全部都非常之放鬆同埋舒服。哇！真係非常之即係點講呢？即係揾啲專業嘅師傅嚟做呢啲呢，真係唔一樣嘅。即係話佢撳到啲穴位啊，包括佢嘅力度啊，真係非常之專業，超正。咁我覺得過2日都要再過嚟撳一撳，因為真係超放鬆，做到全身嘅放鬆啊。OK，咁多謝大家嘅收睇。鍾意我呢段視頻嘅朋友，大家可以分享、俾 like 及訂閱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好 OK，我係屈石記，拜拜。